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特朗普突然間晒咗一張同金正恩喺2019年板門店嘅合照。就係圖上面一張啦。兩個人完全係冇眼神嘅交流嘅。特朗普嗰陣時係啤住佢，但係阿金仔咧連啤都唔啤佢一眼，仲好似係唔多願意同阿特朗普合照添。但係佢竟然話咧同阿金仔咧相處得非常之融洽，大家都好 friend 噶。其實阿董王喺首個任期咧，曾經係同阿金仔舉行過3次嘅會面。第一次咧就喺2018年6月嘅新加坡，第二次咧就喺2019年2月嘅河內，而第三次咧就喺2019年6月嘅板門店。呢3次嘅會晤咧都引起咗國際嘅關注嘅，因為呢個係歷史以嚟美國總統首次踏上咗朝鮮嘅領土。而特朗普仲喺社交媒體上邊就話，雖然我哋喺呢張照片上面嘅表情睇落去咧就唔係咁友善，但係我哋仲有好多面帶笑容嘅合影噶。金正恩同埋我咧就相處得非常之融洽嘅。而韓國總統李在明同時亦都表態要同北朝鮮停止戰爭嘅宣言。佢當住全國嘅人就講，要提出一份包容穩定對朝鮮和平共處嘅藍圖。即係話佢想將朝鮮半島呢70幾年嚟嘅停戰狀態變成為一個和平嘅體制。咁喺同一日兩件大事係巧合啊，抑或係陰謀？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嘅。董王突然間企出嚟就同阿金仔扮 friend， 反映出佢嘅意圖已經係非常之明顯噶啦，就係美國喺東亞嘅棋局要重新擺過，但係呢一次棋盤擺嘅就係朝鮮。而針對嘅始終都係中國。點解我咁講呢？其中內在嘅邏輯，我就嚟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點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美國最終嘅目標就係中國。呢一點咧毫無疑問嘅，亦都係從來都冇變過。無論白宮邊個做總統，壓制中國崛起始終都係美國戰略嘅最主要嘅目標。大家應該係認同呢一點啦。所以基於一樣嘢，我哋唔應該抱任何嘅幻想。因為美國佬從來都冇變過，除非中國真係徹底打敗美國，否則美國亦都唔會變，係咪？咁過去一段時間裏邊呢，美國喺東亞嗰邊呢就可謂用盡晒所有嘅招數。喺貿易戰嗰度打唔死中國啦，喺科技封鎖方面呢封唔死中國啦，喺軍事圍堵方面對中國亦都係冇符嘅，喺代理人挑釁方面亦都佔唔到啲咩便宜。咁喺台海方面呢，解放軍嘅實戰訓練已經係成為常態㗎啦。喺南海方面呢，中國就同東盟國家合作呢係持續咁深化嘅。咁喺美國、日本同埋韓國嘅聯盟方面，自從尹大餅尹錫悅落咗台之後，李在明政府根本上就唔上美國嘅當，去對中國繼續挑釁。因為李在明非常之務實，根本上韓國嘅產品同埋佢哋原材料嘅入口係絕對離唔開中國嘅。咁所以李在明根本上就唔會好似高市早苗咁樣去踩中國嘅紅線，更加係唔會做美國嘅打手去挑釁中國。咁樣喺呢個情況之下呢，特朗普政府係非常之着急，亦都對李在明非常之不滿。咁面對呢個情況，美國會唔會死心啊？當然係唔會死心啦。於是特朗普呢將個目光呢轉移到去呢個朝鮮。點解偏偏就係朝鮮呢？因為呢個先係美國而家能夠影響到朝鮮半島嘅局勢嘅唯一所能夠拉攏嘅對象，亦都係美國進一步要壓制中國必須要走嘅一步棋。咁第二點呢，我哋要注意就係而家美國喺東亞方面面臨緊核心嘅困難係咩呢？其實就係韓國。因為喺尹錫悅嘅時期，韓國就係美國反華最前線嘅打手。喺2023年大衛營峰會上面，美日韓三國咧簽署協議，包括係情報共享啦，同埋舉行定期嘅軍演啦，形成咗所謂一個東方嘅小北約。但係結果係點啊？鬥爭係唔會停止嘅。尹錫悅為咗自保，搞咗個政變，試圖係通過戒嚴去控制整個韓國，甚至係想製造起一場同北朝鮮嘅戰爭。咁最後係失敗啦。咁李在明上咗台之後，韓國嘅外交路線呢發生咗根本性嘅調整，佢就唔想同北朝鮮呢就採取敵對嘅行動，要走務實嘅外交，搞好經濟民生，同埋要搞好朝鮮半島嘅和平。
基本上係唔想做美國嘅炮灰嘅。嗱，咁李在明呢種政策當然係令到美國好唔 happy 啦，因為喺反華聯盟嘅第一島鏈裏邊就少咗張牌噶啦嘛。而美國亦都好清楚，正正就係因為北朝鮮俾到韓國帶嚟安全嘅焦慮，咁先可以令到韓國喺安全上邊依賴美國嘅啫。咁所以下下都俾美國牽住鼻子走。但如果朝韓嘅關係有所改善嘅話呢，咁韓國對美國嘅軍事依賴就會降低啦。咁到時美國就會失去控制韓國嘅一張牌。咁所以美國必須要想辦法重新咁介入呢個朝韓關係，通過掌控呢個朝鮮半島嘅局勢嚟再重新控制韓國。呢個就係點解之前美國一定要扶植尹錫悅上台嘅根本原因啦。嗱，咁第三點咧就係喺8月15號，特朗普喺真實社交上邊就晒咗一張同阿金仔合影嘅照片，而且佢仲寫住佢同阿金仔相處得非常之融洽。嗱，咁喺同一日咧，李在明喺光復節81週年嘅儀式上面提出包容穩定咁樣對朝鮮和平共處嘅藍圖，仲話要推動停戰嘅體制向和平嘅體制轉變，想同北朝鮮啟動呢個終戰對話。嗱，咁喺同一日裏邊，兩個人對朝鮮都係一唱一和，咁呢個係咪巧合呢？絕對唔係啦。嗱，董王不斷咁樣發呢啲同金仔嘅懷舊照，嗱，絕對唔係抱住啲咩懷舊情懷啊。其實佢就係喺度釋放一個強烈嘅政治信號，就係美國願意重新接觸呢個朝鮮。因為如果同朝鮮嘅關係有所緩和，嗱，咁呢度裏面有3個算盤咧就會打得響噶啦。嗱，第一個算盤咧就係要接近呢個朝鮮，去摸清佢哋嘅戰略底線。嗱，美國係想通過表面接觸，想試探朝鮮嘅真實意圖。如果能夠影響朝鮮嘅決策，咁就能夠反過嚟左右韓國嘅政治走向。嗱，呢一招咧可以話係叫做以朝制韓。嗱，唔能夠否認，特朗普啊確實係一個生意佬嚟嘅，利用商業嘅手段去應用喺政治方面。第二個算盤咧就係特朗普想為自己個人累積一啲政治嘅資本。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好大喜功，需要喺外交上面製造一啲大嘅新聞嚟證明自己嘅交易藝術係幾咁了得。如果再搞一次美朝元首嘅會晤，就算冇成果咧，佢已經喺政治資本上邊咧贏咗錢噶啦。其實事實亦都證明咗，佢之前2次同金仔嘅會晤，亦都係冇啲咩成果嘅。因為朝鮮希望美國能夠解除制裁，結果特朗普利用完阿金仔去幫自己累積咗政治資本之後咧，就冇下文啦，亦都唔再理會朝鮮嘅訴求。點解朝鮮呢幾年咁強硬呢？以及係完全斷咗韓國嘅聯繫，其中之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美朝嘅關係係冇辦法正常化。如果美國唔解除對朝鮮嘅制裁，咁金仔梗係會豁出去啦。咁第三個算盤咧，亦都係最陰險嘅一招。特朗普係想用和平嚟做有利，就希望韓國會重新上釣。佢就知道李在明想同朝鮮咧搞好啲關係，得咁特朗普嚟做一個和平使者嘅角色，去撮合韓國同埋朝鮮咧改善關係。咁韓國喺不知不覺之間咧，就會對美國產生依賴，咁美國就係想將韓國慢慢咁引導到去反華嘅戰車上邊。一般嚟講咧，美國就係想以時間換空間，最後就會扶植一個反華嘅總統，譬如尹錫悅之類嘅人上台，咁最後咧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呢招咧美國經常咧就好常見嘅，就喺度扮晒嘢，幫韓國要達成呢個朝鮮半島嘅和平，但係其實咧就係慢慢氹住韓國，慢慢咁引導到去美國嘅反華政策上邊。譬如美國成功咁樣誘導中東嘅海灣國家去同以色列建交，仲簽咗一個叫做亞伯拉罕嘅協議。其實呢個協議呢，就係將阿拉伯國家嘅穆斯林全部打散晒，令到佢哋唔能夠團結一致去對抗以色列，而且仲慢慢引導到呢啲海灣國家加強咗對伊朗嘅敵對。咁所以特朗普呢，想用同一個手段應用喺韓國嘅身上，最後慢慢咁引導到佢哋去反華嘅政策上邊。咁依招咧比較艱久啲嘅，可以話係叫呃鬼食豆腐。咁其實李在明嘅出發點咧係好嘅，佢就係想修補同朝鮮嘅關係，咁就想促使大家和平共處。
呢個方向本身係冇錯嘅，因為朝鮮半島嘅和平係符合各方嘅利益。但係問題係在於李在明係低估咗美國喺東亞呢盤棋裏邊嘅角色。美國根本上就從來唔希望朝鮮半島係真正和平嘅，因為如果真係和平嘅話，咁嗰啲駐韓美軍仲有冇存在嘅價值呢？同埋美國對韓國嘅控制力仲點樣去維持呢？美國真正想要嘅就係一種可控嘅緊張局面。呢種緊張嘅格局呢，係要令到韓國需要美國嘅保護，但又唔至於真係打起嚟。呢個先至係美國喺朝鮮半島經營咗幾十年嘅政策。但係而家李在明話要推動停止戰爭嘅對話，美國喺表面上咧，當然唔可以太過出面話反對啦，但係喺背後咧，一定會係設置障礙嘅，目的就係要確保美國喺朝鮮半島嘅利益。美國走嘅棋咧就好清晰，就係先令到韓國嘗試到和平嘅滋味先，然後再要求韓國喺安全上邊回饋翻俾美國。呢個回饋嘅核心內容咧，就係要配合美國去壓制中國。咁時機一到嘅時候呢，美國就會激嬲朝鮮，而李在明喺韓國嘅支持率呢就會暴跌，跟住美國再捧一個親美嘅政權上台，咁成套計劃就係咁樣啦。咁從特朗普發呢個同金正恩嘅合照片，到李在明提出對朝鮮嘅和平藍圖，再去到美國嘅輿論開始炒作，話朝鮮半島嘅和平有新嘅機遇，咁呢個政治信號呢已經係非常之清晰噶啦，就係美國喺呢個東亞棋局已經係進入到去一個新嘅階段，佢已經唔再係攞住支大棒去對韓國施壓，而係改用懷柔嘅手段，打出朝鮮半島和平嘅口號，而最終咧就係要利用韓國去壓制中國。咁美國瞄準朝鮮，但係最終嘅目標咧就係要打壓中國。咁佢哋嘅棋局咧已經係重新開盤噶啦。對於呢一點，中國係要保持高度嘅警惕，唔可以俾美國有機可乘嘅。咁去到呢度，肯定會有好多人問。朝鮮會唔會咁蠢會上當啊？以阿金仔嘅智慧，根本上就唔可能上當嘅。其實呢啲人嘅判斷咧係啱嘅，因為阿金仔已經睇得好清楚，喺未來中美之間嘅博弈之中，中國嘅贏面係非常之大，而且亦都同阿特朗普交過手，知道佢玩緊啲咩手段。佢而家斷絕同韓國嘅關係，就係趁住一旦美國、日本同埋韓國真係一齊對付中國嗰陣時咧。咁朝鮮就會喺前面做急先鋒，順手就將韓國解決咗佢。咁到時候呢，就唔存在所謂統一嘅問題啦，就係直接 take over 咗韓國。咁到時金仔就掌控晒一切。咁喺呢一方面呢，朝鮮就睇得非常之清楚，亦都有佢自己嘅算盤。所以阿金仔呢係唔會上當嘅。咁面對美國呢個新嘅棋局，中國既要有戰略嘅定力，亦都要有戰術嘅主動。譬如第一點可以係牢牢咁樣掌握住朝鮮半島嘅和平進度嘅主導權，中國會係朝鮮同埋韓國雙方停戰協定嘅擔保人，亦都係會幫助去維護朝鮮半島嘅和平。其中可以透過聯合國等多邊嘅場合，積極咁去推動朝鮮半島和平嘅計劃，咁就可以令到全世界都睇得好清楚，真正致力於朝鮮半島嘅和平就係中國，而唔係嗰個喺度玩政治陰謀嘅美國。第二點咧就係中國要繼續鞏固中朝傳統友好嘅合作關係，主要就係確保朝鮮喺複雜嘅局勢之中，保持住戰略清醒嘅頭腦，唔會喺一時之間俾美國糖衣毒藥咧去迷惑嘅。咁第三點咧就係要加強喺中韓嘅關係，要穩住務實嘅李在明政府，支持佢哋走出自主外交路線嘅努力，亦都要喺中韓嘅人民交流方面咧多做一啲功夫。目的就係要令到韓國社會清醒咁認識到中國嘅崛起咧係一個機遇，而唔係一個威脅，同中國合作先係雙贏嘅正道。咁所以就唔能夠配合美國去壓制中國啦。咁第四點咧就係中國要時常保持軍事嘅威懾力。咁呢一點嘅目的咧就係要令到美國喺朝鮮半島做任何嘅動作之前，都要考慮到中國解放軍嘅實力。而家解放軍喺東海同埋黃海，佢哋嘅演練呢都已經係常態化噶啦，目的就係要對朝鮮半島嘅周圍去嚴密咁監控美軍嘅所有舉動。咁解放軍呢種演練呢，係會喺好大嘅程度上邊令到美國喺朝鮮半島上面係有所忌憚嘅。咁所以無論美國點樣去表演，中國所要做嘅嘢呢，
就係要扎扎實實咁樣做好自己嘅嘢，同時要牢牢咁樣掌控東亞局勢嘅主動權。因為以今日中國嘅實力，已經係可以蓋過美軍喺第一島鏈嘅影響力㗎喇。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多謝收聽，拜拜。